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Go Go 共合吧》，我是敏珠。首先呢，先来看看我手上就是有我们客家人邓南光老师的相机哦。今天我们就是来到邓南光老师的故居，他的长子的家里面来欢迎世光老师。老师在作品当中，让我们现在有机会依凭去认识到以前的台三线的风景。他那个时候都是用这一台徕卡去拍照为主要多，这些相片都是在台三线，尤其是北部。还有我们客家人最有名的这个风俗就是清明节嘛，客家话叫瓜祭。我们客家人元宵节过后，那个时候客家人都住在山上，年轻人都出外打拼，过年的时候回来，还没有赶回去城市以前，这个清明节先扫墓。扫墓，对，而且我们借机也可以教观众朋友，这个摄影的客家话就是叫做翕相，而且呢，老师透过这样子翕相来记录他的生活，生活也是我们今天要教观众朋友客家单字，就是生发。用摄影记录在地生活，老师也是今天我们要教观众的这个句子，就是用翕相记录在地生发。而且你们很喜欢海边运动，对不对？战前日治时代的时候，礼拜天啊，他就带我们这个五个兄弟在一起淡水。我们这个男的游泳裤都是丁字裤，这个你可以，还蛮帅气的。对，可以幻想一下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来认识邓南光老师以及他的长子世光老师。真的从这些影像记录当中，仿佛我们走到的时光的长廊，好像那一些历史在我们面前历历在目一样，真的是非常的有纪念价值。当然喽，我们认识了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摄影喽，摄影就是翕相。第二个呢就是生活，生发。第三个我们来看一整句话，来看这句话就是用摄影记录在地生活，用翕相記錄在地生活，用翕相記錄在地生活。其实呢，真的，我们现在活的当下，未来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。有时候啊，不管透过画画、摄影也好，记得把你的生活记录下来，以后是非常重要的资产哦。好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